小王堂弟兄相逢，是为了谁三桩事体。经济承诺两伙计岔开嘛，心里一想，老弟是比较聪明。我这个三桩事体说出来，不离到听见也不大方便。现在是功夫人，爱辰光不讲，啥辰光讲。这个三桩事体最脱不了的经济承诺。啊，哥哥，谁的？须见小王堂上只有你我弟兄，请问哥哥，哪里谁桩大事？谁的？说是这三桩中第一桩，请见。西卷昔日里不谁好，中文一拍风内口。是否立在低配风为龙？哦，我当然是你是背口臭。非战已经日子跟不许放山一大不战双亲之为不孝，是需要回上我这日第一桩大日光凶听阿哥哥上眼睛的，爷娘的古人是到现在分安葬，有句来跟我要叫舌头为安。你的家伙哪边不定心呢？老兄啊，那个爷娘虽是我的父母，我应当带你去葬。不过你眼睛们的有望，顶顶眼睛地上都是天，我也带你伸冤了呀！啊，哥哥，谁的？谁
叫夫之为夫，理之为理，只怕家业都入的。这个干不用。哎，哥哥是。想你家狗对爱了飞王，难道一日岁岁反骨不仁么？别怪兄弟是要弄不清爽。我公然欧了王日来打无奴了，我不差之于真车实干一人，谁的有所不知。我家公的早已出征北归，不在后来。是非小兄能改本北归，击打公的，我举身于万了。哎，哥哥，这个不翻了。怎样？那。这个哥可喊嘛？好是好，不过你家来分析。挨打狗到闭关啊，几乎六等大年老子真批文走来，我批文走我杀已经杀开，只怕来不及了。我现在不想活着，我只要讨事听来老的能够答应，这第一桩怎样？兄家他是。家有我，随我一杯。哥哥听起，哥哥听起。啥天也看着的，哎呀，我爷娘个姑仔来老的带我欧扎，这个都事体呀，我哪要人人心心打来看他一个对呢？请问哥哥，这第二桩大事，这第二桩是喏。说是第二桩，大事也非你心。黑家是一个老家神，天命人寿的神报义，他是神为西人大将军，舍生舍死立功宣考问周记将他害，是他诈兵没马与没百姓，将他搬赴欧门，一
要深水分，赢得西风把罪他修为民。老将军神勇，真是有后将，不来几人来帮扶不啥。我也是做御史，出备保罪，下之为民。神勇不杀性命，打杀万里八家居民之恩。我也大力高，那年纪嘛大，还是早点回到家乡去啊，以德为你。这少才刚一说啦，老将军随便能不肯啊。他对天烈日并归来，是那女做的在下死神，我要报答你家的居民恩。我才是拿不出去。我年纪轻的辰光，随军营压力，自家分身给我家的足足一生。我现在回到家乡去么哪里？所以我不走去，我要等着那老大夫人身边。哦，不得了！老将军神有报，你到老娘家做一个交战。真不简单啊！哥哥，后来怎样？神勇实之再三，我也方是答应啊。所以实讲就有后将做你自家的老中国。到后来日，我家弟弟把这回沟通。病软成，在临终时，把小兄托付这老家神。实质上我也不来几人哎，把这位想昏昏闷闷一场毛病，病是人重。大概日子打实在不来，我老将军神勇替我海到上门，我也对真神勇讲，老将军神把我意，我自己不惧生死，设下非此一门，为望你将他抚养成人。谁知我是王族也给性命么？儿啊，你过去叫一声神医说，所以这个老中国两样，我家里阿叔，本是及小兄为之7岁。希望不应归西去，吕下小兄口令定，我困须文当都神分。你师傅里讲，2次道劫，1次是后，高当其他。登了坟堂里，日子真的不要的。人与那一代中给的神宝衣，他是天春美才做下真人，在为那种抚养我转身。神，他指望我将来把功名罪，可以守家送真这居门定。
不料小兄是遭杀罪，才知批分要慎细分，叫慎用日，不法常去考生。这第一桩大事我挂于心。沈永来将军真不容易，听我搿头事体肃如其境，阿哥啊没放心呀。哎呀，哥哥来。是啊，嘿嘿，这第七、第三章记为了个眼里随便当我分了。他非生人。谁若以与之以两岁为啥了说不出口？第一章为爷娘姑在，第二章老中孤神勇说得之相，就说第三章为离婚期的终身大事。想让玉彩姑娘替我当面配个亲，而且恩让理人。我现在实干个结局海里呢，年纪轻了，我不能够海里干。我希望你能够再嫁一个十一郎君。你老弟来到了最好的。我当然大家18岁，你收最好公里岁的，我还是收最好公里岁的。而且面貌相仿，再搞老的个人品德高尚，为人正直。我想我家乡个终身脱不了老弟不知里阿肯了不肯，古大一看这玻璃外头，
不是要对我们家终身爸，让我来我当中婴儿不落，好的哪里是聪明人的？谁的呀？哥哥，喏。为了娶你，我若是放卡放不收，到书生家中去举鸡蛋，哪知非遭谁说我没理为。请阿叔我里向去加咖啡，200个铜的红纸的800本哦，当啥门？我一起怕地浪一到么拂然而去。我悲切切，老狗把文事，本世纪。谁家出关，嘿，我若是对镜呀明细为，正在生死归的时，这是后头咋打一个人拿我头了，我不走对了一口啊认得个，你是谁与你？记得那林谁？宋是于师傅隔壁的老乡里，新时家是之节，最高督长，大家在里是督长，各位老先生真热情啊！我都梦他靠去连一去。我隔山东人走不为他热情人铺来我这穷手生，他与女虐菜28，乃是小家必欲不嫔妃，我与他心对意，还把姻亲配与苗金凤俩下来结离婚。我娶你对青山都去，我每日一西边来路谁？他指望我功名巨大谁？可以真用归来之间，哪知我走批文要帮风上斗对对，我是一身带把叫牛妹的终身去依靠，谁是我是万州一心不说到个当，40多岁，升到里向笔袋里拿出来只鞋子，鞋子给当一当开，要么真光露出一样门，谁的离开呀？哎呦，这个有什么关？女子家头让我插到，两个哪会有个家？啊，哥哥，这是何法？这一只苗真
风。想为你对大手之去。我们的众生病太深，请他设计是这笔相安配。谁的你最神机两欧吧？哎呀，经济城听得给他们写的不好噻。熊妈妈对面上没哈，会在我面就往拿大手嘴去太轻，实际上不对的。阿公准备拿三个终身，托本我啊！哎呦，阿哥啊，样样子听我话答应来，唯独开张皮不能答应我。为什么你一来冤枉个害人之前，我这个读书人，我哪还做个种事体？那么外头的，所以这个外头老兄比点没够噶，这个。让我婴儿不露，对，哥哥，三着面前风，你是闪闪的贵州风，写的岂能轻易？那还白啊！甄继成当年让动了就那么要这种神智啊，调不给了。